各位乡亲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在地新闻》，我是青云。新闻一开始来关心高雄市长韩国瑜到底应该住倒位，伊住伫倒位？高雄市长韩国瑜就任以后，将行政中心刷到凤山，伊嘛无伫住伫这个市政府的官舍。外界真好奇讲，这个市长到底是住伫倒位？伊即马伫左营高铁站边啊，做出的所在公开啊，像原来这个官舍上班本来坐车开免10分钟，即马选一个上班要驶30分钟的所在，民众发现讲，原来这是离高铁站较近，就你想讲，是安怎选一个所在离开高雄较近，比起高雄市政府上班还阁较近？安尼来看韩国瑜安怎回应？高雄市长韩国瑜一透早就参加公开活动，上任了后，伊宣布有要住官邸，外界嘛好奇市长到底住伫倒位？即马总算现光，原来是住伫左营高铁边的主体大楼，一间大约是30平。市长分享厝内相片，不过民主社团高雄好过日认为，韩市长选择住左营，这是战略的选择。高铁站附近有用他的名义有租了一个房子。那我们以他这半年内的在高雄上班的时间来看，他其实就是人很少在高雄上班，那经常可以看到他在全国跑来跑去造势。对相关地点的卫星地图，当清楚看到原本市长官邸的位置，到四维行政中心只要6分钟，凤山行政中心是9分钟，但是目前左营租厝的所在，上班的交通要30分。事实上，这官邸位置拢是有经过考虑的。若是有紧急的事件发生，市长才会当快速到位镇守。即马住遮远，只惊互市府团队造成困扰。市府官员跟我讨论完全方便，不管在凤山或者在四维，非常的方便。官邸位置是经过设计，就是为了方便首长会当就近上班。市长租厝的所在现光，今日无爱住，煞住较远，嘛造成外界好奇，是毋是有其他的考虑？